喂，你知唔知我上星期飛咗台中開 meeting，順便做咗個大腸鏡。哈，你出差仲有時間做大腸鏡？香港排期都排到人老啦。咪係咯，香港要等4至8個星期，台灣7日內就安排到，仲要係舒眠嗰種，瞓一瞓就做完。台灣醫療長期係世界前幾名，專業、快同親切，做檢查唔使排，設備全部都係高階醫療院所用嗰啲。咁做一次要幾多錢先？香港我上次問，切個息肉都要1萬幾蚊港紙。台中豐田之山嗰邊，我做舒眠大腸鏡加埋切息肉、病理，全部加埋先 HK 前2600左右。喂，你講笑㗎？香港一次 HK 前13000，台灣 HK 前2600，5倍差距。其實我本來就要飛台中開會，公司包埋機票、酒店，我咪順便做個健檢咯。哇，你即係出差順便做大腸鏡？係啊，公司仲要求每年交健康報告，台灣嗰份報告仲詳細到癲，香港醫療公司都認到㗎。喂，咁你出差變咗公費健檢加旅行啦？講到尾，台灣做檢查快、平、舒服，我自己只係用咗2個鐘，仲慳到差旅費，呢啲咪叫商務人士嘅隱藏福利咯。香港排期長，做一次大腸鏡要 HK 前12000起，台中豐田之山診所，舒眠無痛，即時切除，病理全包約等於 HK 前2600，出差順便檢查，檢查順便省錢。香港大腸鏡12港元，000 15 650，豐田舒眠腸鏡加息肉加病理2625港元，香港排期4至8週，台灣7日內可安排，商務客機票、酒店公司報銷旅費等於零成本，檢查順便完成年度健康報告。香港大腸鏡12港元，000 15 650，豐田舒眠。